係啊，改聽講，嗰真係歡迎人都真係收聽別人學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真歡喜，因為講下老師較正經嘅話題，就冇咩所在通講嘅嗰啲話題。所以呢禮拜我哋請到我特別嘅賓咧，哎呦，先咗我去，仲冇去啊？佢講就正經啊，嗰啲嚇冇聲啊？係咩嘅？我聽到啊。講係咩嘅？哦，我係即 crash 數，真冇去啊？冇效應。啊Jordan，都當做乜啦？定來啊！啊 ，OK 啊。人氣手咋？都冇 Q 起人啦。哦，是啊。我冇看到人氣手嘅。啊，誒冇啊。別講。冇啊。別使講。哦。就別使講嚟 Google 你啦。我冇錄啫，我冇影。OK， 我冇錄啊，你寫嘅嘢起嚟。啊，即係人氣手係奇怪。即係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就是講心理健康。心理健康係咩意思咧？心理健康就是講咱嘅心理入面，咱個身軀咯，身軀嘅健康，咱就是做運動啊，係咪嘅？了還是有骨酸啊，還是整得落去冇好事啊，即係你看到嘅物件，爸都看到嘅物件咧，辛苦嚟嚇。然後咧心理入面咧，咱有當時冇成健康嘛，有當時心情好啊，還是有當時會有只係會做事做工啊，還是去到落是只係事啊，心亂啊，那款物件啦，就講心理健康咯。即係禮拜我請到兩個特別嘉賓校長頂住有時候特別咧，我拄到咧一個白魔鬼，白魔鬼佢嚟講。白魔鬼咧，白魔鬼是加咱嘅另外一個特別嘉賓是咱叫咩嚇？我見，我見伊查某，我見你查某時候，冇呢？我見起來教人講咯。等陣我介紹一個，一個我個老椒是阿三辣沙啦，英國調阿龍啊，一個 clubhouse 上面半劍啲蘑菇噶，別使講噶，呢個好啲嘅喎，嚟娘娘，我哪有啲，你教我 chatting 了個。OK，所以當今咧，我咪講嘅是，咱請佢嚟講，就是你人，按照有興趣，會講這個話題嚟，俾你學見咧，白魔鬼還是娘娘幫？我見幫嚇。我正幫，我聽邊咧學件隻股咧。哦，你咪我講你爸介紹你聽。冇啦，我自己吹啲嘅啦。OK，你是寫正胡呢？我講將你時候你可以聽到邊咧學緊嘅我爸聽。OK， 你自己吹掉。自己吹掉聽，然後特別我冇 consistent 啊，冇直接到聽啦。有你看 title， interesting 我聽咯，然後。你看 on and off 直聽咯，我做面嘅時候我做vacuum podcast 就聽下咯。所以你是聽到別人學嘅，然後一個咧，一個我正幫咧，安怎聽到別人係冇聽到？我唔知誒，你是即個白魔鬼嚇？布林啊，你知別人學嘅，我講唔知。驚，咱去 podcast， 我講嚇。我唔捌去 podcast 喎，阿咪來福建 A 咯。你特別靚人。見你講切菜講。OK， 你就照尋到起來啦。準備阿咪哦，我咪準備阿咪哦，免你啦。總之，咱切菜啦，切菜。嚇，對。แล้ว白魔鬼，你講你安怎時候就背起來變嚟學勁講一個話題咧？嗰隻心理健康話題。我冇啦，講起是因為巴魯我會即心理物件，我們做這心理嘅feel already 10年啦，10年嘅啊。你是做咩嘢？講下。我是你想學嘅話講唔係你講未出但是講未出使用阿莫話還是名點未使。我嚟介紹先，介紹先。我是馬來西亞等住我小姐啊，馬來西亞註冊嘅執政嘅心理輔導館。
哦，你聽下係明白哦，明白，完全明白。嚟講講咗明白。馬講個一擺，講個一擺。我是馬來西亞註冊甲執證嘅心理輔導官。接我唔要聽。註冊就是 register 咯。啊，我嚟說一下。接證咧就是有 license，一個 operating 嘅。哦。對唔對？register 甲 license。register 甲 license，你有 practice 掉嘅咯，你有做掉嘅咯。對。OK，了，你成日看啊，了你做會講，了你安怎會接觸到即個白魔鬼啊？我諗上公司嘅。了你公司是蝦米公司？了你公司是做蝦米物件？安怎會？我諗公司啊，名做咖啡店。咖啡冇啦，做小嘅咖啡店。蝦米？咖啡店。咖啡店，no。安怎 spell 啊？呢個 website 啊？咖啡店是Latin 嚟嘛？咖啡店。Seize the day。Seize the day。哦。咱這邊 pronounce 係 Carpe Diem。咖啡店。就咖啡店。我變名嘛。對，啱啦。之後講，係咖啡店。心理嘅咖啡店啊，一個叫啦快。哦，出名有意思哦，出名哦。Because 啦，用講啊，講你心理啊，你看成個到底咖啡店未講，你看你話本身。特別唔是 originally 我諗唔係按我哋名嘅。冰。嚇。咖啡店嘅你用有上你 website 上面我係補起來看。咖啡店 counseling.com。啊對。Just spell 啊，你先 spell 啊，咖啡店。CARPE DIEM แล้ว hyphen counseling.com。哦。阿俊，我邊啲個跑上邊咧？OK， 哎呦，這邊啊，我 spell 唔對嚇，CARPEDIEM hyphen counseling.com。落咪啊？Carpe.com singular present imperative。Carpe diem，安怎背嚇？我等我背起。Carpere to seize. DM is the Carpe. 安怎我背我背起背掉嘅 website 背落。DM is the accusative case, so you seize the day. 哎呦，是你安怎我背嚇？即係拉丁嘅啫。我一直跳到要讀冊是物件啊。安怎我背我 spell 唔對咩物件？CARPEDIEM 嚇 DDD。Yeah。DIEM。แล้ว counseling dash 係 hyphen 啊。hyphen 是係咪嘢咧 ？counseling 係乜 spell？ 哦 S counseling 是 COUNSE。哦，冇零四 counseling 嘅冇零四。是哦，我 spell 唔對。Yeah OK。記得。名個名咧，我揸住邊咧。係啊，邊度唔定。我邊咧嚇，你自己看啦，要上嚟 incall 樣嘅 logo。OK，all right，so 這是แล้วOK，嚟講下你公司是做咩物件？แล้ว安怎有興趣俾起來邊嚟學嘅講？興趣啊，咱對面白魔鬼嘅聲，白魔鬼你講就聲。講成，即係咧，我是我逗留咗啦，因為阿邊係 big fan 啦，講係先。哇！我咪教頭，喂，講你講驚啦，佢逗留咗，本來諗住落邊講先啲健康嘅物件啦。你兩個邊嚟人嘛？แล้ว佢又講緊話嘛？就是咯，แล้วกู本這本是 interesting because 我本時候 why not 講 about สิ่งที่健康嘅함수 no 成啊 in general public 冇มีไอ engage 這類 topic 咯，แล้ว嘛是 I think is a good way 啦 for 人 to kind of gauge general in public 冇興趣還是冇 exposure 做這物件啊，嚟講看แล้ว看樣嘅意見咯。對啦，我想有陣時咱到底這條個別唔是個別條，這個別條咖啡講，我話又骨介水喎，佢啲又骨介水，特別冇人講，哇，家己 feel 到冇 depression 啊，冇咩人講呢，是唔是？你是講？特別有啦，最近唔是最近啊，較好。近兩年咧，有家己人係講了。等陣講，哎呦，我煩惱真濟啦，嗬，無我都是真正 down 啦，嚇，係咯。心情冇好事係咪咧？แล้ว
不是槟榔个这样，地球踢球啊，不啊地球槟榔 bridge 踢車，不是踢車啊，人跳樓啊，你唔記啊？哦，跳海是跳樓，跳海，所以我俾每期咧，就啲 base 就是講，你啷做咧，正嘅10年嗬，你會使講話你頭做時，OK，我啷成個我細漢嘅時是完全冇講嗰啲嘅話題啦嚇，我出嚟是冇講，你有講咧，嗰時是用咗宗教嚟講，成日講唔是用。心理這方面嚟講嘅是成日講你若啥成日心無爽啊，你念經啊，還是佢每人講笑虎，你係是冇唔是成日講啦，用心理這方面嚟講，你感覺到做咩事人嘅社會啦，即係社會，即係社會每成日睇，特別尤其是咱亞洲人嘅社會，冇咩愛講心理這個話題，因感覺到你若是講有心理無好事嚟講，特別是人講你笑啦，人講你無好事啊。起毛線嚇，係咩事人？做咩事人就係講做咩事人亞洲人冇咩愛講嘅，你看咩嘅？是驚講人看衰伊，驚講人一間笑嘅啊！咪你看人講。因為咱這邊是啊，你話你好嘅物件，你會使去團結者嘛對，無好物件咧，結果我係厝少少起來，有成個咱是講老實講，憂鬱症我們未曉學講叫咩啊 ？depression 啊，depression。你未去甲人分嘅嘛，對無？因為這是甲數字嘅物件啦，出來嘅物件嘛，所以變做人無愛安怎去講咯。特別有時陣，咱唔是講愛講甲咪講咯，尤其是有物件是真濟人啦，伊是拖到到尾時，人講阮為了，安怎個袂 OK？互阮笑去啊，互水阮啉去啊，特別個袂好。對，了改了，改咗仔咯，嗬，叫人講點改咯，嗬，了。個袂 OK，แล้ว過後是落尾嘅時，甲來找老君。แล้ว找老君嘅時，of course 老君找嘅是迄個咱是叫 psychiatrist， 精神科嘅老君了咯。然後就是要食精神科，就是愛食藥啦咯。當我嗰隻到啲 clubhouse 病人嘅老鳥 V 娃娃。佢嚟講，伊舊年本是有經驗過呢款嘅問題咯。比如話你出聲 ，Hello， 有聽到？有嚇。OK， 有 delay 哦嚇，應該冇啦嗬。知道冇啊？我驚我怎麼轉咁我嘅方法啫。OK，so last year 時我唔是我教6幾安尼款啊，是因為舊年我係mother 過身嘛，แล้วมาชวน我一人了咯，แล้ว嗰陣時咧我 mother 一過身了後，แล้ว我做好伊物件㗎了後，我就 continue 做工了就，我就 continue 做工啦，我無歇掉，我無安怎，แล้ว就是 continue 做工。伊個 funeral 過啊嗬 ，the next day 呢我就駕車啊 ，so 但係講無 rest 掉啊，แล้ว個有啥經過嘅物件啥，按照講你心情無超到對好事個。對，แล้ว你無點先 process 本後，你直頭成日講無，直頭無名做過啊，就傻起，你無其實就講只嘅感覺就你 feel 到安怎是唔是？會使安怎講咯，就是 because 佢只人係無影嘛，嗰陣時，แล้วก็有that time 那時個 still 是 MCO 個嘛，last year 個有一個 MCO 個嘛，แล้วso 只物件像我係funeral 我 mother 嘅 funeral 嗬，無咩人嘅就 because MCO 嘛，so 嗰啲物件成日我自己去承擔啦，特別呢成日你講嘅咯，無安尼款嘅點聲互你去 process 因為過了你就是愛加切，然後你愛 continue 到你成日話啊嘛，然後that time 時嘛成日講忽略，按照講忽略嚇，冇去理到伊去咗。
冇去照顧對咯，冇去照顧對，你冇去照顧，對，你嘅心理嘅問題這種嘅需要，嚇，แล้วก็有呢就是แล้วก็有就是迄個拍疫苗嘅，你記到第一個是，แล้ว唔是只借迄個 negative 嘅新聞咩？แล้ว還攞呢？要還攞嘛？佢就 I think that time 就是真正濟人本還攞啦，因為只借 negative 嘅新聞啊，拍了有會死到北京嘅落地位啊，拍了就出來了就死嘅。即係冇一隻係你 news 㗎啦，一隻。唔知啦，係啦，就是啦，แล้ว有嘅แล้ว安怎呢？佢暫時會較驚淡薄，因為呢，我成日講 suddenly feel 到我家己一人爾，แล้ว我厝內本無別人了，แล้ว成日講我本無親戚係咪啦嘛？I mean 講我親戚甲了就甲了大 KL 回來，所以萬一啦，我有蝦米事來講啦，我拍了疫苗了啦，有蝦米事來講呢？安怎好？你會去煩惱安尼款嘅物件就。所以我 mute 掉安國中，唔係，其實你講。嚇，แล้ว你會去成日講煩惱着即項物件，แล้ว伊就 start 成個循環啊，安怎講下？伊就是會直想咯，然後嚇，伊成個直連咯，直經啊，直轉下。想嘅 question 之後咧，一慢慢了，潮來潮，想，แล้ว你就會start 啲幻想啊咧。去想到迄個每一無食嘅物件了，แล้ว你就家己嚇着家己啊，家己驚。你是想到安怎款每一無食物件呢？你還是？迄陣時啊，我驚我成日講有蝦米事咯，家己到厝嘛。家己一人咧有出事呢？家己一人啊出事安尼款咯，แล้ว會驚講成有個人講拍了suddenly 就困了死去嘅本有。OK。新聞有安尼款報啦，แล้ว特別迄個是本無講真實講是 because of 疫苗啦 ，but then 伊是拍了安尼款死嘛，แล้ว有安尼款嘅新聞本嘛，困了死去嘅，แล้ว就有安尼款嘅煩惱。แล้ว家己時候佢就在哪來驚？驚了有一日那時哦，我下3拜14點鐘啊，我未困咗就，因為。驚死！你就驚死啊！嗬，你14點鐘啊未困啊，咧伊就慢慢成 depress 啊！嗬，唔知安怎，我本未解釋本啊，就是到一個坎站啊時嗬，伊成啊變做你嘅人生嗬，成啊真正無目標嘅咧，無意思嘅，成啊無意思嘅啊，了我成日講假博士咧，本地是真正有熱情嘅嘛，熱情嘅嘛。然後伊會成個無愛插去啊。嚇！伊成個感覺就講，即個工課，即個工作嗬，即個工啦，成個無意思了，本唔知安怎會去 continue 啦，咧日。加赤你成個無精神啊，了你成個講會硬，你成個講你特別你成那時講你嚟講你咁話賣去，特別你無學你對硬去呢停了去教，你無心教咧。我就是有安尼款嘅感覺咯，就是硬安尼款去教啦，特別是無歡喜嘅。無歡喜嘅，你就是感覺就講你成日着迫，安尼款你着迫掉，就愛做咯，因為你為咗生活咧，你着迫掉愛做，แล้ว突然之間哦，你就是感覺就講你規個世界咧，嗬是成個暗去安尼款咯，แล้ว無意思，แล้ว暗去，แล้ว嗰陣時個在。一棒一 MCO 一攰啦嘛，一棒啦嗬，特別真正咩嚟，嗰隻笑到斷了，嗰陣時，個在笑嘅一刀嘛，that
但是这一杯咧，本是这一长嘅，一刀咧，就是迄一刀若是有吼，我就是depress 啊，甲即个 anxiety 咯，我實有 anxiety 啊咯，我會感覺就講無端端吼心跳就慢，然後比較緊張。你因為你無事無條無地，你看坐條咧，吼，你會感覺就講你心跳就慢，然後你真驚，然後真驚啦，然後真正係咪？然後暫時本是我9月啊啦，6月那時我實 feel 到講有問題嘛，然後 in the end。本攰本啊啦，本時有去拍下啲疫苗，係咪嗰啲本攰啊啦？攰啊啦，咪就講無事啊咯，對嗬，應該是攰咧，應該無事啊。特別我係你緊張啊，係你成日講波折啊，感覺就講很灰暗啊，แล้ว無意思啊，แล้ว佢哋世界就暗呢時差唔多是8月安尼款 start 嘅，8月安尼款 start。伊就 start 慢安尼款咧吼，แล้ว就因為本迄陣時本未開過啦，咱個小 MCO 個嘛，แล้ว未開過呢，我本未參著朋友，แล้ว本未出去啊，แล้ว佢只能到厝啊，有啊嚇，孤條啊，แล้ว本無通見人啊，แล้ว我係成日話時間是出去嘅嘛。ไปเหี่ยวไอ้มาแล้วก็บ่ทันเหี่ยวเนาะแล้วบ่想爱晓本那时是แล้ว但是本บ่想愛曉了即係我咪為咗對即感謝你甲我人講這呢吼，咱會使用這個來 start 去問起人嘅這個心理嘅先生來問佢者你人到底你做我做10年你做到這年一到底一個為這個我間房我差唔多14年嘅10個年啦。早微微講嘅咧嚇，微微嘛嚇，對嚇。伊講嘅咧嚇，即個 case 安款嘅 case 啊，是真正濟咯。actually，2年前起嚇，有真濟人有安尼款嘅，迄個煩惱是唔是普通嘅煩惱咯？I mean anxiety 啦，因為我每即個病魔鬼啊，anxiety 學叫我叫咩，我人驚叫來驚叫去，我講唔知啊，煩惱啦，真正煩惱啊！緊張，冇緊張唔是啊，緊張是安怎講啊？伊唔是 excited 嘅緊張，伊是煩惱嘅緊張。煩惱嗰個緊張 ，OK， 會使煩惱嘅緊張嚇。So 安款嘅 case 是真濟 ，because 咱人先有早伊講 MCO 學見都未曉啦。總之 MCO 嘅時，真濟人無通出去，了風險一陣嘅時呢，咁了人是無，咁了變啦咯，真濟物件變，朋友啦，愛不就愛出去佚佗嘅啦，出去曉嘅啦，無機會，了變做是，咁了是關了厝咯，所以變做是咱家己可能也未會接受這個改變嘅事啊，會有安尼款嘅煩惱咯，所以迄個改變是真大嘅，因為這是外口嘅物件來嘛，因為咱人袂講，賣我愛繼續出去外口，袂啊，對，那這2年落來咧，我人看到會更加濟人有迄個咱是叫迄個是 social anxiety。唔敢出去啊喂。唔敢出去啊，變做。對，我會淡薄本啊，我成日當見，你成日淡薄出去就冇驚，你要去尋人你就冇驚咯，แล้ว成日。擔心啊，真係擔心嚇！我出去，我嗰時就我到處做緊2年，你看嘛。แล้ว風險我被對去 office 嘅時候，少人 OK。我那時成，我就去到是20-30人咧。我會想啊，哎呦，我唔知行入去喎，迄個位，我係煩惱講唔知行入去喎。所以這人都覺得被用頭慢慢去。get used to 這種新嘅生活嗬，
แล้ว我問你嘅公司嚇，但係你講你公司，你公司是係咪你 provide 係咪 service？你是係咪是對唔對公司？我諗做嘅是做 counselling 啦，意思是講有嘅是個人嘅，個人是 individual 嘅 counselling。個人嚇對。個人 OK， 個人嘅咧有嘅是紅帽嘅。紅甲帽嘅即係舊年你未地，佢哋叫做咩？對咯，我哋成個講樣紅甲帽嘅事啦嚇，紅甲帽。有嘅唔是講紅甲帽咯，有嘅甲伊partner有未地，金正嘅未地。金正對。然後阿母就是有嘅做工迄個 stress 真懸啊，然後也是有嘅是因為朋友啊，也是親人啊，過身了後，迄個 grief and loss 嘅 issue 然後有嘅是風險咯，風險有迄個是叫做啥物啊嚇，哇 crisis 是叫啥物啊？crisis 風險嘅啦，風險嘅啦，風險出大事，風險出大事嚇，有時有時陣唔是講，咱看到嘅意外了，你知？有嘅可能是伊家己那邊心理嘅那邊，你知？風險可能我做工吼，我做得好好誒，哇！我是大公司嘅真管嘅真管級嘅人，特別我做，有一次我感覺我困 check 嘅時，我感覺講，哇！這工啊，啥？我做啊，真係無意思呢，我誒人生梗係無即個無方向了嚇。然後風險會變去嘅，迄個本是可能會發生嘅，唔是講話嚇。即個講，即個你特別 counselling 是慢慢講聽開來破。即係特別機面啊，佢講。即係 personal crisis 啊，咱唔是講。你話你講咩？我唔是安尼款，然後我想個，我實擺有我舊嘅同事啊，咁了有分我問我，because 我有寫到 Facebook 嘛，因為我有淡薄無咩打閒了，暫時，因為我感覺就講我愛成日講個了 stop 去個了賣波了安尼款，伊會去個安尼款嘅安尼款嘅程度啦地步，成日講我 suddenly 愛放棄個了嘅名，放個了去賣波了，แล้ว我愛成日講到厝安尼款啊。貴安尼款發大安尼款貴節安尼款本好啊賣價咧安尼款咯，然後真濟迄個舊嘅同事我有 phone 我有 call 我有甲我講話啥物啦，特別甲了人嘛袂曉安怎實在我講我唔知啥物事，總之我無想愛教就對了，然後真正是。你安怎會知講即個是一種咧心理嘅會需要幫助嘅所在呢？因為我到一個坎站那時，我會直直緊張，緊張，แล้ว緊張咧嚇，แล้ว我會心跳會出開，แล้ว我就實有真濟病出來咯，特別呢 according to doctor 呢，意思講，佢哋病呢是你家己。無，你家己應該是你家己想出來嘅。就係講我感覺就係喘啊，我成個愛死氣安尼講咧就喘啊，我慢慢去看 doctor 哦，แล้ว doctor 講你會佢哋 oxygen 就夠，แล้ว伊個照 X-ray，伊講你 lungs 就無問題，แล้ว心本無整就無成日講 lungs 無水啊，無啥物安尼講嘛，講你就好好啊。特別我講我唔知，我就係喘哦，我感覺到。แล้วว่ากูกะกิคิดช่วยให้เลยเวนโตลิน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บูเอะบูเอะว่าเขาช่องคุยบูเอะช่องคุยมาสิชวนมาสิอันนี้ชวนแล้วด็อกเตอร์ก็อีก็แบบกินน่ะลูกเจียอยู่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ลูกกระปังสังนำโบราณในคนน่ะแล้วแต่ปีนี้หอคุยแล้วคุยหนาจิตเนี่ยหอว่ากูใจ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ก็哎呀，是啊，我係迄個八隻骨啊，吼，只疼喎。哦，即世界病啦，你想到。啦，規世界病，一世界病啦，你真係，你會成真正 sensitive 嘅，一邊疼呢，吼，你就真 sensitive 啦，我就真係驚了，然後就直直看 doctor，你知我一個禮拜入面看4刀嘅 doctor 喎，3刀嘅 doctor，แล้ว看แล้วทีนี้ก็บ่
看 clinic 嘅咯款咯。普通嘅 because 啦，我普通因為我邊聽嘛，แล้ว in the end 嗰時有一個 doctor 就甲我講，因為我去上濟道了，咧伊講你吼，你是唔是應該去看心理科嘅 doctor？嚇，伊講你成個唔是普通嘅病了，安尼款，因為唔是身軀嘅病啦，是心理嘅病啦，是講。因為伊 check 咧，伊講無事嘛，แล้ว你是唔是有淡薄 sensitive 過頭？แล้ว應該แล้ว伊講你 maybe 會使去看者啦，安尼款。แล้ว拄好呢，我嘅 friend 呢，伊本是心理醫生嚟，伊是政府嘅 hospital 咧，so 伊是讀 KL， แล้ว伊有讀 Facebook 嘅，伊看到我有寫我嘅 symptom 了有吼，แล้ว伊有 message 我講你做一個 test 咯，就係佢 anxiety 嘅 test 啊，佢整個 questionnaire 嚟款啊，แล้ว我咪 answer 咯 ，answer 咧，伊講啊嗱，你嘅 result 出來呢，嗬是你應該是有 anxiety 啦，所以你 better 你去看 doctor 較好。อันนี้ความแล้วคิดความมีด็อกเตอร์อ่ะตัวคิดช่วยเลยซิมลีโคอ่ะไอ้คิดช่วยซิมลีโคแต่ปีนี้ว่าบ่อยเสียงคิดช่วยซิมลีโคนะสินี่ว่าจะสัตว์有只真正奇奇怪怪嘅symptom 咧，幾個告訴啊？你猜？幾個告訴，但係伊淡薄成個小哦，OK，嚇，係咪你講下你 symptom 係咪？伊成日講我滑車，然後我滑車咧嗬，我交過了，我就是開了呢就慢慢愛去，成日講愛去曉啊咯，แล้วมา去book hotel 啊，แล้ว去住啊，你看啊去 relax 啊，你看啊，แล้วว่า過去你大橋那時喎，嗬，伊 suddenly 伊過條大橋嗬，伊無開喎。哦，伊大橋嘅路頂無開。嚇！伊大橋嘅路頂 suddenly 規條路嘅咧冚去喎。嚇！然後你知我緊張啊！嚇，我會緊張㗎，我規身軀拔去，你知哦。我規身軀拔去，แล้ว成個白花車去啊！哦，嚇，實到去，然後佢哋成個。你就掉斜鏡咧，嗬，แล้ว咱就袂安尼款的嘛，咱正常啊袂安尼款的，แล้ว即個若是喎吼，伊成個規個人吼成個定去安尼款哦，แล้ว唔知安怎咧，แล้ว規身軀拔去。查講去，你看你唔知安怎 react 去啊？嚇，แล้ว你嘅 muscle 啊，個了話吼變定去安尼款哦。嚇。แล้วจะสัต緊張咯แล้วว่าชิวจะสัตจุนนะแล้วคาจุนนะ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แต่ตอนนั้นนี่ว่าอุควาเขาเลยYouTube เป็นวิดีโอละ所以有講那是講你 anxiety attack 你 panic attack 那是喎嗬เขาเลย就是 panic attack 啦嘛แล้วว่า冇 try 過本นะเขาเลย是ว่า頭一道แล้วอีก講你那是講 panic attack นี่嗬你就ไอ用你發多喘氣發多喘氣แล้วหอยขับบานเนาะหอยได้ชวนคุยบานเนาะมาไม่กินเดียวละแล้วโซ่ว่ามาคุยเดียวโตแล้วหอยองปัดต่อชวนคุยแล้ว差唔多叫嘅中อันใน款สัตว์นี่หอยจะบันแล้วอีจะขาปังสังแล้วปังสังแล้ว你會感覺到講หอย你規身軀嘅อี你會感覺到講你血啊หอย啲 flow 就對啦哈你會一個感覺到安尼喎哇！伊成個suddenly 哇到對人嚟講你咁解喎，真奇怪咯嚇！咁就แล้ว佢哋是 panic attack 嗰時咯，แล้ว過後嗰時就慢慢咯，แล้วว่า有去看啦，我有去 hospital 嘅位有去看一個 session 呢，我是干那看一個 session 呢，แล้ว because 伊講即個 symptom 嗬。MCO 啊，是成個即個就是講安尼款啊，真正濟人本安尼款，特別呢，會講即個是 because 你上
你即係無關係，你成日話嘛，你你當時你開到對啦喎，你去做到對，你世界物件，你去你慢慢到對嚟就對。你只要做到對咧，可伊就慢慢你就會到對嚟啦。because 因為唔係話講愛食藥，because 食藥嚟講你就會較好，淡薄 control 啦。แล้ว特別你話講，我 try to 唔食藥啦，會使喎。你講，但是講你唔食藥呢，你特別有較好嘅 practice 咯，成日講揸拳啊、揸車啊，特別我本無本啊，本時只換拳啊。because 我會識邊。你話咩？我係攝邊。哦，攝邊被困，被困。被困嚇。แล้ว最近會較好了，以前嘅時呢，好似特名被困嘅。特名被困嘅，แล้ว本時拖㗎4-5點啊，你看個困嘅 every day。แล้ว有進步咯，แล้วslowly 慢慢有進步呢。馬路呢會上個較無安呢。sensitive 咯，แล้ว較無安尼無成日講驚，特別 sometimes still 會，即個物件吼，伊成日伊會來就對嘅咯，你會感覺就講伊會來就對嘅，成日講有當時愛困啊時吼，我真係驚困嘅喎，有當時唔知係咪事。即係佢做到失眠嘅事。你驚困咧，就做失眠。頭一行呢，可能是驚講我媽就困未醒啊，過時啊，而家三點半驚困未醒。我真正驚何人講呢就。你會有一個壓力嘅，就係講哎呦，等你困未醒了，驚講會換了啊，等你安怎去交代啊？咪你會去想咧有嘅無嘅物件嘅。然後你會做到你自己未。你哪想我都哪未困，哪未困咧，佢驚講佢未醒。對，แล้ว有當時我still會安尼款咯，我會安尼款個咯，唔รู้啦，特別較少了。所以我每一個學尖啊，你嗰時一個白毛，白毛你做下面咧？白毛龜你到下面是做下面咧？你下面冇想，你職業。我職業是而家個 deal with more corporate 啦，個 company base 咯。So normally 成日本啊嚇，一個做individual 咯，個人嘅 case 咯。我是個 deal with 我啱講啦，講 normally 我解釋อะไร款啦 ，normally 那些人啦，everything stable 話是。ของละ let's say level 0ละของละและ if ลู feel เดียวแสดงโอ้ maybe ลูกกับ girlfriend break up อ่ะบ่สิลูเดี๋ยวขอกังเดี๋ยวช้าอ่ะบ่สิ you know maybe เลย94 then you มา negative one เนาะ okay then if prolong negative one กับคู่แล้วหรอลูจะ feel เดียวโอ้ maybe ว่า depression หรือว่า anxiety ถ้าสิ negative 2แล้วOkay, then at that time, if he has negative 2, is he can I maybe seek for medical attention or psychiatrist lo. So normally counselors deal on 0 and 1, and sometimes 1.5 lah situation lah. Okay. Before he call look good is he. At the same time, if lang detect 掉，lang 感覺到這人成日需要 intervention 需要去看look good because 人係腦嗰啲本是 chemical 嘅 ，so sometimes 特別接掉一個嚟裂到對於 chemical 嘅，so 人特別你 stop 喺 police station stop 往背寫到隻 referral letter maybe 你特別去看即係psychiatrist ，OK，so in normal sense 往就響看咯，所以但係你每晚係告訴我嗰時做咩咧 ？For me I try to focus on 0 to 1。1嘅part咧是我 try to 被 improve 我自己，我 try to 被學加這物件，學加 better skill。So what even my mind frame 是 more on I want to improve，然後呢，I 進步咯。So 我成日 coaching，人講 life coaching in a way 啦。I see。人是用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method 啦。Of course 我都看cases where it's also where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some tough times 本啦。แล้วรู้สึก deal with 較濟是成日講individual 數人嘅呢，個人還是รู้สึก group 嘅？哪裡部？哪裡部來參啦，參啦，
看到有 demand 就做咯，咱有人需要嘅啦，咱就做咯。OK，咁嚟看咯。所以你是講 corporate 嘅意思，就是講有理想啊，講伊唔是講有成啊有激心，唔是 negative， 特別伊是比如講安怎你 motivate， 安怎做係有較熱心，還是安怎去進步家己，然後你是成啊你coach 是成啊人去 push 人去迄個你較熱去去較 positive one 嘅嘢。哦。有時不是我們是真係教人 about normal 嘅物件 ，normally 人比較咱講正常吧 ，is actually not 正常。咱出來人無把普通人無人教人嘅物件。成啊，我激死我應該按照。咱講正常就是講，那是你無來講就是唔正常，特別其實咱講是唔對啦。我是諗係4字就冇講話，做咩事講我人特別，OK， 平常時我本講就係老實講，我講笑嘛。sometimes 咱講笑嗬，你好笑本講笑啦，你亂亂講話啦本講笑，特別變做做好，你講一笑嘅時候，即係精神病笑嘅時候，變做你 desensitize 人去就，變做你變做係笑無意思無相去，咱特句話本講笑嘅，所以當今嗬，我出趣時我都比較細緻淡薄，因為我平時時我要特別食小弟啊，特別講。我是老咗，係一種人講笑啦，特別當我較細緻啊，唔係講人哋就是啦，人哋講笑安尼借啊，嗬 ，apply to 我到啲 public 人 podcast 人講我好笑，笑，但係人講我笑了，我有問題是，人聽到是樣是變做無 ，they didn't take the word seriously anymore 咋，所以我特別較細緻講笑嘅時，所以 OK， 所以你講點樣去講，你講無較普通咁正常無正常，同埋你講。所以嗱，成日都講即笑嘅物件，係actually看人講 context 嘅。成日都講，喂，正講啊，即物件正笑啊，歡喜笑。講笑話，is very different when 你講，伊成是笑起啊，伊嘅 tone 無相，伊 language 本無相，伊字是相，但係人講，伊成無咪正常，可能無咪伊笑。無咪對皮。無咪對皮啊，你係事實樣，人講笑就無相啦。人 normal language yes。所以然後我個整個 sorry 要補充一就是我sensitivity 嘅 training 嘅時啦，我人希望講，你那是講你精神，那些有影你即係是啲經驗對佢啲笑嘅時，when 你聽到人講話 podcast 嘅時講，哎呀我笑嘅係咪物件？一樣會 feel 到成隻 hurt 一隻，你就 because either 是 already 買去笑之類，講隻笑嘅隻物件咧，還是佢講。你講你笑，你看我家己經驗過物件，所以有淡薄 insensitive 啦，我是感覺掉啦本身啦，我感覺對。even though 那 context 是無相啦，用相嘅字嗬，所以我變做我較細緻淡薄咯，我感覺到我 at least 較 sensitive to 佢哋正講用佢哋笑嘅字是正 context 嘅字。你就去講。對啦，sometimes 人係按照。你對人們講錯嘅物件啦，然後會傷到人嘅心，這是正正常嘅啦。人特別就係講，按照人對着人傷到人嘅心，咱特別講 sorry 一聲咯，咱個交代咯。係你是即個 important 啦 ，that's the important part of sensitive training 嘛。人講 is sometimes unavoidable，你別想嘅，你講物件，無小心講到物件，人感覺到講咗啦，人 hurt 咗，人感覺到傷咗。lúc mà講sorry 一聲，因為人無調調嘛，人是講到是人家己嘅 context 講嘛，人無了解到別人嘅 context 嘛。所以即係講基本是這樣嘅，因為人出來人甲人講我們是安好呢。淨係 just 今日早起呢，我孫伊嗰個3歲4歲呢，伊到邊考，因為無人看 YouTube。然後我媽到邊講伊。哎呦，別使考嘅，你大伯囝都別使考嘅，他們做得考。แล้ว過後，我家姐到邊，你講會使考，伊會使考，他們是別使考，伊相信咪使考，是講迄個對迄個物件可以考了，我過來慢慢甲伊講。因為人，你咪 suppress 伊嘅 express emotion。所以人特別 understand 講，我媽本是有一個 context，我家姐本是一個 context，然後我們看，我們了解一個 context。一個無相嘅年代人嗬，個我按照 deal with 個無相。Then the best part 是 actually 是我係孫，伊家己本有家己嘅 context，人個人本幫佢哋孫本明白，伊按照過
即個 experience，即經驗。人個人知講哦，誒定久嘅時我考嘅是啥？誒大部囝乜我使考嘅，查某乜使響做遐物件，一鬼我諗冇一聽，反正咱學原來即個世界是，大部未使考嘅，แล้ว就是哦原來真複雜嘅啲物件，แล้ว context 嘅物件真複雜嘅咯。所以即個物件正常嘅物件，人個家人無對比嘅，做對比。參加嘅物件，甲人讀嘅物件，甲人學嘅物件，甲人無對比，所以人就矛盾咯，人 conflict。衝啊，內面衝咗咯。所以我暑假是甲人講，人嘅是衝，因為人出來人甲人物件，人學到嘅物件，甲人看到嘅物件，甲人到人嘅 family 過到經驗嘅，甲人無相嘅嚇，對，甲人會對衝咗了，一衝咗。人安怎係正常嘅，特別正常嘅人。只是加只最衝嘅物件本。有陣時無衝人學會到，有衝到把路甲學會到。對咯。趣味特別好，我不會講者，我感覺到講緊你看嘅話題啦。對啦，你到底係 feel 嘅嘛？你就係 feel 嘅人，所以你機會講即個話題是較濟，所以你有感覺就講真正 in the real world 啦，真正喺社會嘅時候，有咗濟人去講緊看嘅話題，講 about 心理嘅物件，講 about 一種咱當然講掉嘅物件，這也是少，也是安怎樣講法？愈來愈濟咯，我係講。係咪數咧？做咩數？你感覺就愈來愈濟嚇？因為愈來愈濟 case 嘛。哦，你較濟 case 上面是講一樣曉識曉無？這是一個真好嘅媒體了，因為到今你看咱看舊年起吼，咱檳城嘅橋真出名曉咋？做咩數跳橋？跳橋嘅 case 真濟，一個半個月，sorry， 半年那邊咯，真係 number 我袂記啦。會去 search 下，半年那邊呢是破紀錄了，破紀錄幾年嘅 data 嚇，所以變咗是達到新聞報嘅時，是唔是？報紙啦，報啦，還是到見 Facebook 嘅新聞真快嘛，一日就嚟啊嘛，所以這個新聞報哦，本是一個會影響嘅咋，影響佢哋社會安怎看，因為。大咱馬來西亞這邊咧，若是講你是自殺嘅 case 啊，是 actually 是犯法了，安怎講就算做是袂使嘅啦，你做犯法啦，就厲害沙拉沙拉對嚇，所以變咗是新聞，但是報時通常是已經發生啊嘛。對，發生了嗬，你樣度係講actually 你話咩事咧？有見你使拍咩電話嗬，contact 追嚇。特別國家這點寫咧，實在咱佢哋社會應該國家in fact 有改變了。這幾年裏邊有真濟人直直來出來講，寫學個online 嘅 webinar 啦，講安怎去。陪迄個也是你發現到你身邊嘅朋友真正風險激心，或者風險病嘅時病到真真正人講是真正down了啦嚇。咱人會安怎鬥卡手嘅人？好，你若是你朋友甲你講，哎呦，我感覺這世界無意思啦。也是有淡薄迄個symptom感覺講啥伊要甲這世界講拜拜吼，咱人會安怎鬥卡手嘅人？安尼看誒一個迄個是叫做咩啊？知識，學你知啦。迄個知識有直直多啲傳咯，多啲傳播啦。所以人會較了解、較明白啦。了解，會較了解。講咩個古早10年前我感覺有進步真濟啦。阿龍，等陣 before 你講時，淡薄微我實是出聲就微話，你背每係咪物件微話？會講嘅物件本對嘅，啥？比如 YouTube 本有真濟吼，都成日講伊人有經過安尼款嘅問題嘅人喎，伊個人分享出來講。伊出來成日講 sharing， 安尼講伊人是安怎去，成日講我呢，如果我看 doctor 不是一刀呢，
So，但係佢一刀話講真嘅啦，伊 doctor 本身你看甲你傾偈啊，你看講幾句話，你看嘢。แล้ว正呢嗬，伊本無講何蝦米特別嘅 method 啊，你看呢？我本是到 YouTube 嘅位嗬吹啊，嗰陣時我本是try to 吹啦，吹成講有人會鬥卡手啊，你看啦。So啱好有找到一個呢是中國嘅，แล้ว伊呢本是有經過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伊有成日講有 share 幾哪類 method 咯，成日講你緊張啊是你安怎，แล้ว你 panic attack 啊是你會使安怎做，แล้วfrom there 安尼款慢慢去學咯，แล้ว安尼款咯是你較濟แล้วแล้วFacebook 嘅位咧，嗬，一般有成日講有嘅，我講嘅是 Mandarin 嘅啦嚇，成日講有嘅係咪翻心院啊？你款嘅成日講可能counseling 嘅啊嚇，伊 on and off 一般有做安尼款嘅 ，because 我後來我本較再講啦，我原來真正係 teacher 本是有安尼款嘅 anxiety 嘅問題本 ，because 佢哋。伊開迄個 online 嘅即個若是有嗬，哇！即係啲咗去聽就，because 啲老母話你講嘅問題本嚇，แล้ว本是 free 嘅咯。แล้วตาม阿龍你講咩阿龍？我要講是你有一個。按照講嚟較特別嘅情形就是啲 Korea 本身有一條橋是可能跳下海嘅啫，迄個可能跳海，唔是叫可能跳海，即係一人跳，一人跳，一人跳，對，應該數咧我。然後數咧，可是有分北邊嘅南邊嘅，中間是一條長長嘅江嘅，就漢江。伊有25，加至27條橋啫，但是有一條橋咧，可真一人去邊跳嘅啫。所以伊去跳江嘅人濟了啊，因為驚咯。所以有一間真大間嘅公司啦。民港人本債啦，伊韓國 insurance 韓國公司，所以民港本債嘅 ，OK， 外省人本債嘅，所以伊都有一個 campaign， 佢個 campaign 咧嗬，就是講啲迄個橋位咱用打淡薄嘅嚇，較 heartwarming 嘅字啊，迄個 slogan 啊，就是講可能去愛跳江以前伊行過條橋時，伊看到咧未必嘅。嘅就改變嘅，伊會改變啊！伊個時候就講條河已經講得半無道理，特別你 campaign 係真係真係失敗嘅咋 ，because 後來有做 survey， 看到佢哋話咧嗬，確實是，佢哋人更加愛死咗咋 ，because 特人本過好嘅日子，你去叫我，去 remind 我講已經是什麼上班啦？伊去 remind 我講嗬，你唔忘記講人這個世界佢是真美好嘅，真水嘅，佢就係水環境單調路啊。對路是有啦，對我是對路是有，對我是冇咧就。可能有啲人講，如果忘記講你出來人啊，有啲人就是因為伊未打喊出來人啊，伊家己隨一條路嘅就。所以一看到佢哋話咧，伊收到邊，一放起啦，佢後只小小就是。接落來嘅幾廿年啦，伊自殺嘅迄個8%數啦，比無幫以前咧關幾廿倍嗰陣，所以因後來咧，我就冇辦法了，因講即係你路袂行嘅，because 嗬，Korea 嘅人伊就發就講，但是有一個人伊要去自殺啦，伊要去死啊啦，你甲伊講，即個世界有做好，我嘅物件好，叫伊留落來是冇用嘅，未救到伊嘅嗰陣，未救到嘅，愛救咧嗬，就是會可以再講。有人會聽你講話，所以人到底迄邊咧，係放 specific 嘅電話號碼，唔是電話號碼，是電話亭咧，一個 phone booth，迄個有幾難嘅 phone booth 對邊嘅？你未打閒嘅點時候咧，嗬，你去夾起來，都有人甲你講話咧，嚇，所以有人甲你講話啦，所以啊點樣會救到啦？第二點就是有影，亦都有人 patrol 嗰種，即係有砰一聲呀，喺你轉到嚟啊！一轉就撞過嚟咧。because 伊搞你講有人過啦，亦都有人過。我想我做乜事係 petrol 做乜事啊？伊嘣一聲，我有人 petrol 啲誒有嘢，你入市當正呢邊，我想即係嘣 CCTV 看了 OK， 我成個都係你油啊 petrol。OK， petroling 啊，油啦爆炸。我成個嘣一聲，伊 petrol 爆炸。誒，你我唔明特別。
OK，當然我只係辦法啊，講淡薄嗬，就等於係你 Penang Bridge 啊，你跳江嘅啊嗬，你知有一直嚴重㗎啦嗬，伊人做橋道，你知有，當係你島邊啊，咁就講橋道是橋道啦，咱當人嘅橋道，我知。大型嘅嗰種，就是伊人就是上濟了，上濟甲人驚咧嗬，但擺嗬島嚟邊呀啦，一般河迄個橋道嘅人啲入邊橋道嗰種。橋道是做 ceremony，就是好多靈魂會去 heaven 嚇。嚇，迄個當人嘅橋道嘅嗬，伊可以人多邊做咗，然後你是唔是講橋道一個 family 嘅，伊是橋道你隔了去跳海嘅人。咁就嚇有一個真正大型嘅橋道，咁就到你島嚟邊啊，上擺安尼款咯，無安尼款貴嘅。其實嗬，人定陣咱冇講過，咱冇講過一道啊嚇，咱講。我記得放咧 number 出來時，就係講咱馬來西亞有咧成 suicide 嘅 hotline 係什麼啊？有82講啊，befrienders 啊，對 befrienders，當今個有一個是大量卡西14點鐘嘅，19999，等陣特別 confirm 啫。所以是成日講大量卡西19999，你電話拍去19999啦。然後拍去有度人聽教你講話，是唔是？對。等我看這都好我看這嚇。特別我講嘅。看到了 laman portal resmi Kementerian Pembangunan。對，Italian 19999，大量加西 ，sorry， 大量加西就4點鐘199，WhatsApp 本誒 OK， 019261本261嘅，2619999。等我當然看電視機不啦，你下掉啦 YouTube 會看到0192619999。你特別199有意思嘅，較演技嘅辦法有喎。199係咩意思嘅？19999是我朋友嘅學校嚟，我朋友學校199我叫馬達。成個台灣有一種兩嘅號碼，成日是999啊，那 for example 999是995，995你知道？伊有一句話，所以199是唔是有我999我999特別伊冇可能用 Mandarin 嘅嘛，馬來西亞嘅大量解釋都冇可能用 Mandarin 嘅。你睇到是bahasa Melayu 嘅時候邊物件？Emergency Malaysia 是999嘅嘛，對。對，我覺得個是15，所以是 emergency 咯。OK。But anyway，了我放到啲 screen 你睇，我看到這個主角。所以下次放掉。了就所let's say 講啦。咱有只只無相位，咱會使去催人幫助啦吼。我感覺就頂到嘅時候，我未必讓落嚟 professional 嚟使教人講者。我感覺就頂到是有人經驗嘅咧款啊，伊是無想就講，我會使去催人鬥下手啦。我就是我袂啊，我笑啊，然後就是聊嘅。當今像你講較濟人有知即個啲。但我講咩？地食有我知較濟，你有啲地食，你就講講，我當你嘛 feel 到人講我是無是，像我個基本新聞嚇，你人我講過啦嚇，你人特別看我是成日流作啊，講笑啊，嘻嘻哈哈。我個記 depression 嘅時，我唔知有些人係知，但是講我冇個人講嘅事。冇人知啊！冇人知，我3刀哈，我唔是講 clinically depressed， 我有3刀。講啊好。我有3刀啊！我規人入面嗬，3刀我捌經驗過。The most reason 我是1999年 ，no not 2019年 ，sorry， 2019年嘅事，哈。
安尼 reason 安尼 reason 對 depression 喎，所以變咗吼，我到啲 quarantine 嘅時候，唔係 quarantine，sorry，啲 lockdown 嘅時 MCO 嘅時，對我嚟講是我 healing 嘅 period 嚟。我冇 ，because 我開始是我為咗只勤考實物，我冇咩愛見人啊。แล้วว่า做落อีเมซี of course 是เราน่ะสิตัวที่看 maybe 都去看ตัวที่看快就特別ว่า真正搞 compartmentalize 我嘅頭腦嘅 so 我落อีเมซี我做工嘅時我是只勤考入面我見人唔見人我只勤考咧是我個只做只個人 happy 嘅所以 happy 是我 happy 見哪嘅時啊我個真正勤考過呢我 happy 見哪嘅時我嗰度會嘅做下先啊真我希望做咧見哪個會 perform 啊 so 真正對我只勤考特別我日日過去落音嘅時，我唔講啦，特別銀行過去落啦。我甚至落音時留咗講悄悄啫，你避忌一站，啊，你到佢就到對佢你嘅 dark space。所以我感覺到嗬，因為我捌聽就係人講，我冇捌經驗朋友身邊人我行過呢條路，所以我係再講。我知啊，頭一到掉嘅時，我冇明知，我真正 confuse，我講做咩事，我安呢？好，咪夾啦！安尼好嘅時，我紅險未感覺到安尼 set 咗，安尼激心喎！你知我哋，你知讓一件變咧學見到啲 fairy 行為話 the star 啊，對其實 the star 是只出到啲 the star 嘅頭整嘅咧行邊嘅時候，就是我過對嚟嘅時，我頭一擺 depression。所以我唔知點樣 manage 啊，然後我 slowly 是 feel 到講 maybe 我是 burn out，我 so but after that 我3刀咧嗬，過一第3刀我冇講就講做乜事我 burn out 就是是 MCO 嘅時，我 burn out 嘅時候，我接落嚟想講我是 extrovert 嚟，我想我是靠人嘅啦，參人，我係 recharge 嘅，特別 actually 我唔是，我是特別。我特別自己去離開就，我自己一人，我自己 recharge。特別安尼這年我40幾歲啦，嗬，我覺得才講啊，原來我特別自己我靜一點先。我平時是有靜一點先，我 recharge，特別我唔知我需要佢哋點嘅點先嚟 recharge。所以我知道佢哋去，我係當叫我較細緻咯。我就係講成日講，我係 feel 到，我 feel 到嗰陣差唔多，而且賺去我 feel 到淡薄本，所以我 manage 咯。所以我就係講哦，我差唔多喺你感覺，我差唔多嚟，我 feel 到成日，我就驚會堵人啊，就感覺 feel 到講，哎呦，哇冇咩愛見人啊。下時去我到去較點淡薄，我去較靜淡薄，學我自己 recharge 咗對啦。OK，佢就係 normalize 咗對係嘛，就係 set 啲 balance 我學依家 balance。我會嚇講起即個嗬，成日講人 last time 嘅時人冇去發現到嘅啦，成日我安尼看啦，我 in the end 我去我喺 clinic 嘅 doctor 嗬，安怎伊會甲我講，我應該是有 anxiety 呢 ，because it traces back because我 from 4 from 5嗰時，我一看病咧嗬，我就是去迄個 clinic 了誒。所以迄個 doctor actually 伊是真正識我誒，伊知我誒 condition 嘅嘛。哦，伊看路大漢嘅哦，咩 history 伊類落觀看哦。แล้ว所以伊講下嗬，你 trace back 啊，你 record 啦嗬，伊講我 from 5嗰時啦，我都 already 有食迄個心。何謂心臟咪跳安尼咩藥咧？都就嗰陣時那時 because SPM 咧，我 father 本貴先啦，嗰陣就是我 SPM 那時啦，所以我就有安尼款嘅問題，就是講借條本好啊，你會感覺到講心跳就咩？所以我嗰陣時我就有食安尼款嘅藥咧，成日講to release 一幫生你身體啊，喺你心跳嘅無安尼咩咯？你講啊。你 from 5啦，就有安尼款嘅問題了。所以伊講交甲別路咧，就是所以就是真係久了，因為 on and off 我冇甲伊舉安尼款嘅藥。隔幾年啊，我就舉安尼款嘅藥咧，隔幾年啊就有舉安尼款嘅藥。所以講啊，你看到對 record 啦 ，actually 你唔是頭一刀安尼款嘅問題了。你是你 from 你地行甲別路你有安尼款，所以伊講你應該是交甲一個 boiling point 了。所以你應該愛看心理嘅 doctor 了。所以講佢哋
佢哋好多 release tension 的藥喎，佢哋細細粒爾，伊講下嗬冇幫助到你啊咯，伊講。我是本問嘢，就是講你安怎會知咧？你是講無經驗嘅，我家己我經驗過淡薄，我家己會 depression 嘅經驗啊，失敗，then 啊誒，我經驗嘅呢，特別我俾知講。當劍後，你識講唔白嘅人啊，你安怎知講這是你 symptom， 你安怎去 seek help， 安怎去找人幫助咧？你講有人唔知哦，嗰邊我感覺有咯。真係哦，你安怎講話咯？講話安怎成個？你原來這就是心理有淡薄要幫助，唔是講你無好事啊！咪無好事咧，你身軀無好事，嘛是講你嘛是打藥膏，或者你藥膏水是嘛打藥膏，你要看下你心理無幫助是嘛？安怎去救你？安怎去鬥下手你 I think 馬路嘅人呢，較濟頭一項就是 Google 了咯。แล้วอาโบลี่就是 YouTube 咯特別就是我是要講 make sure 有當時你講對你係咪叫 WebMD 嘅 circle 時你就驚你去看 WebMD 你個驚對就是講我 friend 哦就是頭時行佢哋 doctor 講嚇你 monkey search monkey search 你若是講你是想到第一步好嘅物件你除掉對，一直就講你無好嘅物件咧。特別 I think YouTube 呢，你特別看咯。成日講我除掉嘅是啱好是有拄到一個是伊經過啦嘛，所以伊有伊嘅真正。你感覺到你會聽入啦，對你哦，即係成個玩咧。嗰了是有，無伊講嘅 method 嗰了是有，佢哋成日講學說嘅，就是講。from 係咪 doctor 嘅 chat 啊，你款伊個路，所以伊個路 share 啊，你款嘅 knowledge 嘅，所以佢哋。所以你要較知講成日講 make sure 你除掉誒 seek help。Of course，你人嘅 service 應該是有 provide 呢。somehow 我是去看 login， 按照 advice 啊，就係講主要就講啊，每頭一條愛知講這類是係咪是心理有幫助，每需要就幫助啊。係你 symptom number two， 按怎 seek help？其實是按怎我哋款嘅 symptom 啊，我本未曉啊，我嗰陣時是唔係是 helpless 啊，我家己找 doctor 嘅喎，所以若是講普通人按怎咧嚇？按怎知講是這是 symptom 咧？professional 講啫。OK， 普通人咧係有改變，最簡單嘅一句話先。有蝦米物件變咧係你家己會知嘛？對，有時陣咱感覺無，應該咁講，咱感覺無變，特別身邊嘅人看咱有變。example， 困，失眠未困，未食。袂甲人講話，阮遮女朋友招你要去食好料的啊，特別誒一路來你真啊暑假做誒物件咧，無心氣啊！已經有下你關係大禮拜你家己要去做 exercise 嘅，特別咧一禮拜兩禮拜，哦較濟啦，14日啦，兩禮拜，若是 consistently 嚇，未困還是食阮無 OK，甲人誒迄個甲人嘅溝通講話，甲人嘅溝通，本來阿種講話是安怎咧？特別紅音你聽伊嘅聲變，無聲，吼，แล้ว伊做工，阮無蝦米，伊袂講只專心嘅做工，袂 focus 做工，呀，嗱是無記憶，嚇，你明明甲伊講啦，等陣咱去 Queen's Bay Mall 啊。等陣嘛，個伊個 text 幾點啊？咱幾點啊？到落去啊？即係隔了就是 symptom 啊咯。所以 symptom 咧 actually 會談半嗬，你腦嘅想法，有時陣你想到隔了是無好物件發生。哎呦，我拍 vaccine 死咯，是唔保險，確定啊，我唔對啊，你確定我拍了我死咧？嚇，真正 negative 嘅，你想法變了。還是你看到人。做工，你當時做工，安怎伊會做，安怎我袂做，是你對家己嘅心滿影響到啦。總之你想法啦，你看你家己，本身你是會做嘅，有時陣啊簡單嘅物件咋，特別你若是有着一個所謂一個真正煩惱嘅啊 ，anxiety 嘅 symptom 來，啊是真正 depress，真正
無歡喜激心，真正無歡喜嘅是，迄個激心是甲激心嘅激心啊哈，咁迄個激心是無理由嘅，無理由嘅激心，無明白做咩事啊？好好唔緊了，我激心嘅對，無明白嘅，所以講哦，我八卦心我激心，我電話碰機我激心，我狗屎我激心，迄個有理由嘅，所講你知嘅物件啦，迄個激心咧係 OK 嘅，特別咧嗬。明明我逐項好啊，我無路個，我頭家個成我啊，我前頭個起啊，成劫，然後我教因，我個歡喜啊，我寶個好啊，我翁個好啊，是我partner個好啊，咁樣我 OK，特別我風險，我唔知蝦米事會激心，啊，迄個就是一個 symptom 啊咯，然後有你想辦法，唔是想辦法，你想法變到，然後。你嘅心情變，是個風吹來吹去啊！嚇，你一陣哇，有時好，有時歹，你看起落，有時好好咯，有時好好，嗱起落真正快啊！哦，有時就唔是講真快，本唔係講真快，會變啦，會變。總之係咪款嘅變哦？變個風險真歡喜啊！你唔茫歡喜咯就，嗱是講歡喜嘅人啊，風險。變個咱是講真正 high 嘅啊，伊可能啊是 depression 本啊，有一種嘅 depression，唔是講咱人看真激心嘅，伊是 high functioning 嘅 depression。伊是kilo 上大咯，唔是 kilo 呢，伊會真正你看甲了真正 positive 嘅，伊袂 negative 嘅 thinking 嘅。啊，迄個是啦，做工本哇，甲了真有哇，真來 motivated， 真正 motivated。就是講伊是 overly positive 嘅人本是有問題嘅。迄個是咱是叫 high functioning 嘅 depression 啊。我俾佢講，如果sometimes咱係誤會了這物件，因為即個唔是講你有就有，還是無就無。咁咧有度嘅就有度嘅，成日咱超 volume 到電視機可能有度嘅。所以有時咧，即個物件，像咱講嘅較濟是真明顯嘅物件咯，19啊8啊真懸嘅咯。特別有嘅物件，有當然是一字是無咪看出。就不伊人本是感覺到無咪平衡嘅咯，無平咯。所以即個是咱愛看圖文嘅，所以 even it let's say 空是 normal 2 3了，你被換邊啊本是 symptom 咪，所以隔了本是有度嘅。所以 let's say 你 overly positive， 你 positive 淡薄，但係你人迄個人敢若伊知家己知講物件無有一個不平衡啦，無平嘅物件啦，迄時咱特別家己看家己，要咪去適合咯。對，所以講得嚟，按怎過知吼，就是你心情咯 ，emotional 咯，你自己看咯，風險起風啊，是淡薄到逼切啊，一下啊，本正伊是順嘅，特別咧按怎即禮拜日來哦，按怎佢講就無話呢嚇，伊就真逼切啦，無你耐心去聽你講了嘅，啊，迄個本是一個心得嚟，哦，了個阿咩啊，你嘅 physical 嘅咯。生理不啦，身軀嘅，時候就講嚇，你身軀嘅時候食啦，未食還是食少濟？還是肥胖啊嚇？哎呦死啦！冇啦，迄個肥胖嘅，迄個激心啊，迄個為人激心啊，嗬，風險啊，嗬，所以嚇，即個身軀你看到嘅，嚇無心跳，啊，你也無你手。流汗，即係呢嗬，你還是卡本下本，啊，流冷汗，了你講話，還是你講話是未順咯，成日你講話講未出，講未出，條劇啊，所以即係咱人身軀會看到嘅，有嘅就是啥早 BB 講咯，喘氣嚇，迄個喘氣啊，啥，我哋感覺。我無夠氣，我成愛死啊！嚇，迄個本是一個身軀看會到啦，無頭痛嚇，了無為人是蝦米就為人是家隻痛眼啊，無就是有誒是即邊見口水啊，毛管啊，即個老是有可能你特別去愛去
制過咯。啊媽我會是唔是講？你是無明白講，做數人會感覺到 physically 會感覺到安尼款是唔是會話你未知？是唔是咧 chemically imbalance 嘅數嚟談啊？就是講 ，hello，安怎嚟心紅一未去調緊呢 ？physically 咧真係 reaction 對你。迄有啊，伊有解釋嘅，伊講是迄個腎上腺素啊。係咪嚟？我不要聽。阿毛叫咩？腎上腺素咯。身軀嘅because 咱身軀有無相嘅 hormone 啊 ，right？ 所以 chemically 影響咱叫做你咱是叫做什麼 adrenaline 啊 adrenaline，伊講嘅就是咱有 happy adrenaline。 hormone。right， 你做 exercise 過後嘅時，因為無相嘅 hormone endorphin，對，安款無相嘅 yes oxytocin neurotransmitter 㗎啦。嗰隻你係咩啊 ？serotonin 啊 ，serotonin 對，這個GABA。所以即係無相嘅物件，特別是咧化學啦，嗰陣時咧 chemically，所以我是做唔算能講。唔是化學嚟，唔是化學嚟，即是身體裏面放出來物件。我想，咱身軀唔是講咱化，我是講化學是 chemical，唔是講 reproduce and artificial 嘅 chemical 就，咁啦 chemistry 呢就，咱嘅身軀裏面咁啦是無相嘅substance 啊，無相嘅物件講出，係做唔算做唔算講 chemically。differentiate 就是我未驚，唔是講我愛做就我對成個 turn off turn on， 我未驚你成個，像我 shock 嘅時候，就知我到底就係驚嘅嗬，我吐到我目睭流血，一白位一濕硬去，你我看到嘅時候，我好像就錯咗啦嗬，驚咗，特別我就怪 stable 啊，我怪 steady 嘛，我講 OK， 我唔驚，我賺嘅好事，然後我自己看落觀看對水下面，我到底就係驚嘅時候，我死去。所以我呢條 shock 咧嚇，我嘅身軀已經衝出來，adrenaline 已經衝出來嚇，我變做我顯其時我未 control because 我係你時我係 chemically 特啲我身軀做我嘅 reaction，所以我未 control 嘅，所以當時人嘅心理裏邊嘅影響到物件嚇，唔是講。你嘅 outlook positive 但報道會好，你講你物件啦，你未 control 啦，你物件。是。特別我，如果講金閣有人感覺就講有一種嘅看法，係一種就是講有淡薄偏見嘅看法啊。講如果去看老君，看心理老君，就咪說 something wrong， 人就講 something wrong 啊嘛，你變咗成個真無邊嘅物件。有當然有人係呢。你講誒，你點去看精神科啊？你講你想乜笑嚇？對。你就要去看，唔是我去看，是你唔對，你去看個對啊？咱應該做仔去看。尤其是係咪就那我特別用一個福建嘅 podcast，一個大家去叫大家比較一個按照講較注意啦，因為有時陣哦，父母啊。父母是真重要嘅啊，因為囡仔真濟時我看到是啥，細漢時候可能有淡薄心疼嘅就，特別因為父母爸咪會接受嘛，就講冇事啦，哎呀，這是正常嘅啦嚇 ，including 有會講伊是甲班講話爾啦嚇，伊甲班啊，伊逐項甲班啊，甲班學行啦，甲班講話啦，係咪啊？變做會 miss 掉佢哋黃金嘅點聲，佢哋金嘅點聲去醫啊，去 treat 啊，去幫助啦，伊好嘅點聲去幫，對有效嘅點聲去幫助，嘅點聲都變做成個幫去嘅，可以走去 miss 掉佢，你就係走去。然後變咗可影響到佢哋囡仔咯 ，because 點聲未等人嘅嘛，對，所以等家急辦嘅時已經是加急辦嘅咯，本是加嚴重嘅咯。會我講咩？我甲你 share 一個嗬，就是話。等陣，會等陣講即係白毛是個話鬼講嘅。
關時咱香港啊，嗬，真係爸母用龜頭見獎本啊，哎呦，咱是唔係龜頭見獎本，你感覺因為真係物件唔是咱嘅專科誒，唔是咱嘅 expert 啊嘛，所以有時咱特別知講，即個淡薄唔對，但係咱去找專科，咱去找 expert 啊，咱甲人講啊，咱咪聽咯，咱咪看人意見咯，咱會使講。免講去上錯冇得談。冇啦，冇半行嘅啦。買嘢嘢買聽，還是聽，還是一百行物件，過嚟 right 嘛？因為家姐我啱講啊，咱並冇淡薄得驚，是講驚，有時你感覺到，成人看車，淡薄單聲哦，不要緊啊，咪去管伊啦，有出事啊，去看 mechanic 啦，特別聽到聲嗬，咱聽到聲。冇半行嘅嘛，話佢咪幾啲啦，咪幾啲，佢講冇半行咪冇半行咯。咪幾啲叫人話，咱去咪話，跟住話，跟住輪到6月節，佢拎到去。即係係你 mindset 咯，咱愛人關於心理健康嘅哦，是咱愛講，你感覺到後面嘅冇 balance。去每一個樣啦，個意見淡薄咯，然後你咪再講按照做咯。喂，爸爸，你咪我講啊，你好喎，講先。本真濟物件本是啥？咱甲外人講啊，咱甲一個專家講啊，咱會甲放心講，唔甲出來人講，加條質。即係話你別甲你爸母講，你別甲你家己人講 ，because 伊人有家己嘅偏見。所以家一個人捌你嘅啊，你講嘅是第完全，你第完全會點聲會講會出，就是你第正心會呈現講出來。所以迄個人本是第會正心、熱心，教你安怎了，安怎解決。所以所以真濟人講，安尼款嘅物件就免去看蝦米嘅，家己出來，家己解決呀，袂有個物件家己出來袂解決，你特別去看專家幫助。會話你講未會話？我甲你講 teacher 本是真正要緊嘅咯，都頭先講嘅啊嘛對。所以時代嘅 teacher 成日我人較後期嘅 training 呢，我人 teachers college 嘅 training 我人是有 psychology， 我人有讀 psychology 加 counseling 本嘅咯。所以較老一輩嘅 teacher 呢是無讀安尼款嘅，就無讀一個 psychology 加一個，所以伊人上加較對囡仔呢下就較無安尼一個無安尼 sensitive 嘅。了有嗰陣時我做 form teacher 那時呢，就有一個囡仔吼，伊就讀我 class 咯，了。伊 last time 嘅迄個previously 嘅 teacher 呢嗬，伊就講，迄個先生呢就講咧，哎喲，即個囡仔真正歹嘅，了話，哎呀，小嘅規隻點愛，伊成日愛贏買輸嘅嗰種，特別愛贏買輸啦，是對我來講啦，我 observe 啦嗬，是真正奇怪嘅。安怎咧？譬如講嗬，踢球啦，人踢 football 啦，嗬，踢球啊，你人家了是做一個踢嘅嘛，咪一粒球爾嘛，特別伊袂使喎，你袂使甲伊爭迄一粒球嘅，伊愛伊家己一粒球爾嘅，你人袂使來動着伊球嘅，你只動着伊球爾啦，嗬，伊會去，伊就一頭來貓迄個拍別個 student 呢，你就拍迄個搶伊球嘅，喏，所以。伊種較老派嘅咧，伊人就感覺到講，即個是一個問題學生，是歹嘅。特別呢，對我來講咧，我是發現到講，伊嘅心理有淡薄無面對皮了，伊上加聽就上加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perger 是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然後最後那時我就做一 form teacher 咯，一起來我 class 時呢，我就做一 form teacher。แล้ว我發現到講，伊嘅 attitude 啦，唔單止安尼了就，伊跳來跳嚴重了，就是安怎呢？伊會使家己講話，伊會甲伊邊仔會無人嘅啦，特別伊會甲伊邊仔成日有一個人安尼講去講話嘅。OK， แล้วก็不要緊，แล้ว我就。甲伊也是啊，แล้ว有當時伊起笑誒，伊上加講上加講啦，แล้ว上加去拍別人啊，那款誒，
sometimes 我特別比伊較惡啦，我特別把伊你知道把伊啦，伊就扯起來的款呢，所以我就感覺就講即個上家唔是歹啊，唔是講伊無乖呢，即是伊應該是有問題啦，伊精神有問題了誒。然後呢，有只濟道我人 try to 愛甲伊 mother 講，特別呢，伊 mother 呢就是上家甲了人安尼款嘅想法咯，就是講無理由嘅啦，我囝無安尼款啊，伊都厝只乖嘅，伊袂，伊都厝啊，伊都乖乖讀冊嘅，蝦米安尼款嘅，特別我講OK 咯，伊 parents 袂接受嘛，了上班校長有找伊爸，了伊爸咧好是真正惡嘅，就伊甲校長笑咩喎，了講校長成針對啊，成日針對伊囝仔咧，款就特別講無安怎去針對喎，對，了不要緊，慢慢起來啦，嘛無去理伊啊咯，本無去帶去看 doctor， 蝦米本無咯，伊就到6年級了。OK， 到6年級嘅時候，有一日嘅時呢，我看伊啲畫圖畫，就伊只個畫物件嘅。特別啊，我去看伊圖畫吼，甲了是畫地獄啊，了死啊，死亡啊，你看你真正 dark 嘅，你知道伊畫。成個硬是你看下你鬼嘅戲啊。你講都有聽啊。應該都有聽啊，但係會話講，OK。會話出嚟，每來出嚟見到時，伊爸 abuse 是冇。冇，等陣我講啦，แล้ว我本唔知喎，แล้ว我人有 ，OK， 我看到佢哋圖畫咧，我本有安尼款嘅感覺咯，成日講，伊是唔是有 abuse 㗎，是係咪啦？特別冇啊，伊爸冇咩有啲嘅。一般是無咩有啲厝嘅，一般呢是到台灣嘅為做工嘅，快有累本嘅啦。แล้ว一般本是做咧較惡，較安怎講下黑道嘅啊？安怎講黑道？惡社會啊，啱成啲，安尼款嘅愛，แล้ว啱成啲嘅。所以我會了解講安怎伊個了話嘅物件是安尼物件啦。特別 OK， 我冇辦法去甲伊 father 溝通嘛 ，because 我也未出蝦米 evidence 講伊囝有成日做笑啊，是咩 attitude 就，你再教伊教甲伊成日講較大漢了，成日講6年級啦，吼，你1個月若時呢，我就看伊就識話呢款物件咯，教甲2-3個月若時吼，伊就識笑了哦，安怎呢 ？suddenly 吼，伊會到班裡會講啊，我愛對厝了，安尼講咧，吼就立舉伊back 了吼，就走了哦，了你知我甲了啊，就是找我爾，甲了就是 form teacher，即咧。囡仔就嚟講，老師他要回家了，伊要對厝了，伊夾 back 咧，伊拖條 back 咧，哎，出家去迄個門迄邊了，然後我佢就邊去慢慢去掠一堆來，然後有當時呢嗬，伊個講下我愛死了，你講得嗬，咧伊就走去迄個操場嘅位啊嗬，困到咧操場嘅位喎。哦。迄個位置。笑了就是唔係是有笑了，แล้ว伊甲伊邊嘢講話，無人講啊。是伊拿來拿借刀了，撬來撬借刀了咯，常安尼款了，แล้ว個表緊，伊真正 sensitive 哦，伊袂使看到人啦。bisik 啊，不是 bisik 啊。哦，係冇 sensitive。邊你講講話，你講啊，亦成個人講嘢。你講話。對，伊一看到了啦吼，伊講，女人是愛殺掉我嘅，แล้ว伊就夾硬變到愛去堵人嘅，你知哦？哇！嚇，是真正係真係。我必須一個講，要緊他們迄個學前班講迄個囡仔黃金時間啊，我當今想到咧，我小妹古早有一讀小學嘅時啦。1年級、2年級，有一個囡仔就是安尼講咯，規矩啊，bully 人啊，了買公司物件，就嗱，你當時特別做物件公司，伊達到袂使，所以
舊家3年級嘅時啊，人家了講伊心裡有物件咗，特別伊家甲伊媽啊，伊講無，伊是啲厝可以人成派啦，係咪？舊家在13歲、14歲時啊，了伊荷爾蒙甲了實嚟時啊，直頭有影是無甲起笑啊，直笑人驚咯。哦，就是我達到你講咧，我就想到佢哋囡仔咗 ，because 伊是喂，小妹達到對嚟就講伊故事嘛，哎呦，驚住伊做係咪 ？because 伊成日達節目有故事有 drama 咗。對，達節有故事嘅。達節目有故事嘅，伊講伊直笑人驚啊。啦，我就要穿嗰個達節。所以佢哋 doctor 講啊，伊上幾年啊，伊人無夾，伊未曉 manage 啊，แล้ว伊 teenager 伊 hormone 只 start 嘅時候，頭起笑起，แล้ว直頭直笑人驚咯。兩三年都冇出來過，所以唔使安裝嘢，發生啊，一個囡仔，一個真講。所以我甲你講 teacher 是真要緊嘅咯，แล้ว嗰陣時啦，我就是有呢就是成日。做一車咯，你就做一車啦，伊suddenly啊成日正常就對嘅，你就，伊成日，都比較大聲，伊成日講伊啲亂啊，伊啲癢啊時哦，你擺一隻咧嗬，你甲伊講你白攏呢去坐點點，然後伊就會車就對嘅啫，點起了嗬，然後伊就行，伊就點點去行去坐伊位啊嘅喎，你就成日有淡薄笑啊，你看呢，了。有一道那時呢，我人6年級了嘛，แล้วไอ้去迄個畢業嘅旅行嘛吼，แล้ว個 teacher 反對伊去，你知有，แล้ว伊發呢就來個 school 嘅位，來個學堂咧吼來找我，แล้ว伊 father 就甲我講咯，你人安尼款是對我囝有偏見咯，安尼款咯，แล้ว成日講無公平咯，對，แล้ว我囝做厝啊安怎。แล้ว咁好啦，本是 maybe 是睇你天嘅安排啦。我甲你講，伊就是到嗰陣時係起笑哦。哦，第8來嘅時啊。嚇，伊爸到 office 嚟嘛，伊爸到 counselling 嘅 room 嚟啦。แล้ว我甲伊爸啲講話嘛，แล้ว student 去列啊，伊發作咧 student 就列掉伊嚟 counselling room。哦，所以伊無計包啲，伊是到啲房間嘅發作，แล้ว列嚟隨。哦。唔使講要霸到邊就，了下了我人得嘛帶入來咯，counselling room 咯嗬，แล้ว一看到一霸就死啦，即頭冇問題。你就一邊個成日鬼入線啊！你看一個人嗬。規個面青起來個表緊嗬，一啲邊轉咯。哦。你把手開個大大女咗，我本掉青鏡。唔係看過嘢你看呢？我唔係看過嘢你看，然後我掉青鏡咧，一把話一直聲咗。講啊，唔係你看，你啊180度嗬，變做正常嘅人去掂去。哦。一驚人呗。一發呢嗬，伊就成個規個人請起來呢，可能嗬咧，伊就坐點點了嘅喎，安尼喎。你我講安尼都唔係是有問題啦嘛。你我甲伊發到講咯，我講嗱，你家己看咯，唔是講我人愛安尼看啦，แล้ว安尼伊是真明顯是有問題了。所以你若是講來講呢嗬，我人 counselling 嘅 teacher，แล้ว我人鬥下手看。就卡手擼啦，看會安怎啦。แล้ว in the end 我人有介紹伊去檳城啊，有一個位啊，吼，伊是 free 嘅，伊有迄個心理嘅 doctor， 個了到邊特別是 service 和 free 嘅，到80邊嘅，แล้ว有帶伊去看咯，แล้ว doctor 成日是有講伊有迄個啊 schizophrenia， 嚇。แล้ว伊成日伊有只坐幻覺，所以伊會到伊起笑啊，แล้ว會看到物件啊，แล้ว甲人講話，甲佢講聽啊，แล้ว哎呦，真係，別使講啊，你聲未好事。你聲唔好事，你出去一個就咪就等於你聲唔好事。伊是地準，伊啲水裏面個地準嗰時候。係啊，但係
嚇 OK，嚇第一嚇 because 我做這裡 for 佢哋 benefit for 佢哋mental disability not mental illness for benefit normally 見啊冇被因冇 diagnose with schizophrenia normally 是佢哋 autistic with PANS or autistic with pandas 你 expert 應該會知Yeah, normally autistic with PANS, autistic with pandas. Because panda 個 panda 係咩autistic with PANS 意思一個 call 啊 pants 係咩 PANS 是short form 嚟short form 嚟PAN 啊 PND PANS or PANDA OK I see normally 我冇看過啦 because 有時有 because 這個 mental disability 唔是一項物件 exposed to autistic because autistic 是一個 umbrella 嚟的OCD also autistic 囡仔本是 fall under OCD OCD 真係 autistic 囡仔本 OCD so 其中一個上個影響 behavior 我聽過是個就是 autistic with PANS and all pandas呢個就係物件就是人 especially now 嚇，人都比較細緻就是講，人實淡啊，活出嚟 naturally 啦，你就係聽到人嘅 case，你就聽到嘅 case 嚇，你就是講，哦，伊是係咪？伊是係咪？你特別學下你 professional 去做，伊人嘅工課 ，because 咱就應聽到，哦，你是你來是你係咪？啊，咱香講啊，because 咁變老官氣都知我啦。我 YouTube 看佢哋點整嘅啦，佢哋講。basically normally 佢哋 behavior 佢哋 specialist 像讀 ABA 人啊 ，speech therapist 啊 ，physical therapist 啊 ，occupation therapist，因為冇叫這個囡仔 as non-normal，因是叫是講是 not neurotypical， neurodiverse，冇唔是用佢 typical 嘅字，唔使用 not normal。neurodiverse 就是 non-typical，就是 diverse 啦。佢哋 sensitive 啦，唔使叫 not normal。我有一個朋友，伊是個好淡薄，但伊唔是 mental 咗，伊是有一種嘅病叫做 Tourette syndrome 嘅。特別伊大漢嘅點聲是無人知有這個物件嘅，所以伊行音伊有自己啊，伊行啲學堂裏邊，你看行音起小嘢咗，伊就行誒。直接拍架機嘅咗，伊家己別 control， 伊條騎條車驚咗，伊騎條車講總是家己嘢你看咗，伊手行係拍架機嘅咗，所以伊度唔敢甲人講，伊度考咗，所以伊講死咗是唔是幾接線拍病了啊？幾接線嘅是係咩啊？伊唔知係咩事咗，係咯後來咧，度學生發現到了，先生發現到了，係咯先生就 start complain 了。咁俾係咯，一班嘅學生咁咯就笑伊了，先生就罵伊了，先生就講到別曬嘅款了，又電腦説伊了，講伊歹事，對，但所以伊唔知變安怎做咗，特別定覺啦，伊 mother 是讀過咗這車人嚟，伊 mother 唔知係咩物件，特別伊 mother 相信一項嘅，我查我無去笑，伊相信一項物件，我查我無去笑，我出來去看老官，我叫老官嘅老官車，互人看。講我走我是正常嘅，所以伊去看老官，伊去出診咗隻老官就後來有影正常出咗隻老官講，你走我actually是 Tourette syndrome 嚟，伊嘅腦 hormone everything 嗰啲是正常嘅 ，it's just that 伊嘅腦裏邊有可能是有一條筋裏邊有 certain 嘅 something like 伊裏邊嘅激素啦，無好事了，伊會做個伊會紅響產生啲嘢。叫誒，特別伊人上物件、做物件、做工啦、講話啦、寫字啦、讀冊啦，咁了是正常嘅。伊無 disability 無 affect 到隻誒。伊講同伊路誒，伊講伊做大漢咧，伊有可能做好。啊啦，若是講伊暑假做嘅物件嘅話咧，最好是學伊去做。所以伊本地是
parents 佢冇講想俾學伊去咪做戲啦，咪唱歌啦、跳舞啊物件 ，because 兩等人嘅社會就是因為講即係別人物件嚟嘛，對唔對？但係人會做老官嘅嘛，特別夜晚都直接聽到 doctor 講，是來啊，屌，doctor 講咧講我伊愛做嘅下面物件，伊會 concentrate 做嘅物件咧，學碌當超可以做，所以伊做 actor 嘅咯，所以伊特到伊表一定點先啊，伊冇數嘅咯，哈，伊無數嘅，伊無表，一定就一點治療點先啊！伊用咁，伊本我同你講，伊唔是一個人啊，咱無數嘅事，伊用咁講起來就，伊連困嘅點先，伊家根本未 control 嘅。伊困嘅點先，伊困啊嚇，伊手會拍入嚟咗。等佢往白白出過 business trip，然後伊拍入嚟咗，伊用咁困得，困得伊，我講起來咗，伊用講起來咗，所以。呢啲飛機，我嘅白白隻飛機是用緊，一到時嗰隻半命嘅飛機啊！哇，一到時掉我真啊甜啊！佢飛機人 complete 亂咗，特別伊唔知咗，伊困起，伊唔知。誒，其實我聽個字嘅，有嘢是有好嘅爸母是真正有見嘅咯。係啦，有無好嘅先生本就係死人嘅嗰個。朋友本啦，朋友啦，朋友本就。support system。你人會公司有去學堂來解釋給校長先生聽，了伊人阿甲看到嘅時，介曉甲爸母講 refer 給你人照顧。這是真好嘅，這我希望有咁嘅機會。特別因為大間學堂吼，咱馬來西亞這邊大間學堂有counselor 本政府會啦，政府學堂500個學生都是有一個先生了嘅，一個輔導嘅先生一個 counselor，對，是講老實講，先生過袂掉啦，因為會500個就真人咧。冇，我講是講一個還是兩個喲，一學生會過袂掉本啊，有安尼 case 本咯。แล้วก็有嘅是大學堂嘅 counselor 也冇有伊個。樣嘅 challenge 因為唔是講主管來嘅嘛，較就是有 discipline 嘅媒體啦，吼，了先生講伊安哈媒體了去見 counselor，然後咯，變做是唔是講當今嘛，我感覺咧，我自己即係你派事要俾驚咯，你可能講啦，對，所以即個愛驚哦，有個。冇想咯，因為啲一接來是已經是 negative 了呀。所以做咩事咧？我係冇想了誒，我係冇想了誒。所以我諗大這邊輸錢嘅位啦，就我是輸錢嘅 counselor 嘛，就好累嘅。所以變做滿有 stigma 嘅，人講嚇，我去找病魔，嗰度好累講話了喎，佢好累啊，哎喲。有 guarantee 哦，即係會啊！伊講我 guarantee，你別聽，我愛笑，我講唔敢笑，我人家冇 guarantee。這是事實嘅，因為咱人誒國家這邊啦，我應該是會講，咱 Asia 這邊啦，亞洲這邊又冇像個美國啊咩啊，不要緊你類似 claim insurance 嘛，所以你別感覺講。迄個 pocket 袂聽到，你知無？心袂嚟聽，你知無？想講咱心裡有問題啊！吼，แล้ว我個要去專業啊，我個要去學類咗，所以變做真濟人吼，迄個 accessibility 無安尼濟咯。未達人嘅本事本啊，แล้ว感覺到講，哎呀，這個物件冇咩要緊啊，我食飯較要緊啊，我特別累嘅去買飯來食，特別老實講，咱人大人吼，15%入面啊，咱規個人啦，唔是規個人，無想嘅規個人生嘅路入面啊，吼，15%啊，咱人是會有着心理嘅問題咯，小會是換工嘅時啊，吼，也是風險好事本。成劫啦、射驚啦、查某國家管嘅咯，會掉迄個咱是講 postpartum 嘅射驚貴啊，射驚貴啊，會迄個 depression 了，有也是當伊讀冊嘅呐，即個 pandemic related 嘅是變做莫去學堂，
驚考測，真正 stress 嚇，然後變做啊那款嘅情形咯。你真唔知我細漢嘅時啊，唔是我細漢中學本啊，我考測嗬，我應該是有 examination 嘅anxiety 啊，我變考測啊 ，before 我考測嘅時候，我就發燒嘅啦。แล้วว่า是 physically จะ發燒你睇我 temperature 嘅時候發燒我嘅時候胃寒發燒แล้ว我媽講你到底是係咩事你是唔是 gas 大擺แล้ว我講我睇我 temperature 個原因就發燒喎แล้ว變到我先生本嫌佢講做咩事爸爸變考測你都冇嚟แล้ว我同我 parents 就俾佢教我先生講就講係咪事原因就是發燒有時候講我做 excuse 咯，我 examination 我就是發燒嘅，我是老實講，我真正 stress 啦 ，examination 我就冇暑假考測。我係 physically 破病咯。是，我見那是病，愛佢還是一禮拜啊，愛 exam 呀嚇，考測時啊，哇都破病了。我都唔會食啦，就講 gas 咯，就是我咪每晚食 gas 嘅，一隻有啊，可能先等出嚟嘅。我最我媽咁我講嘅就是，我細漢嘅時，伊講 ，because 我特別我嘅考測點先是準準嘅嘛，我已經未 start 嘅時候，等我啲 start 講其實是係咪嘅？我媽講伊去到迄一禮拜時，我無破病，考測只個無病去到等嘅時แล้ว無意思講我媽講安怎樣換伊嘅 postpone 我 exam 去到換一禮拜，我冇換一禮拜發燒啊！發燒，即係對掉。我讀冊時做一個先生咯，一隻來時啊，想頭 first week 嘅時候講，我要做好先，我就係講考測 test 啊是真 stressful 啊，我學亂嗰是 surprise test 嘅。哦，唔使佢事啦。我諗過了2-3頭先破病啊！Suddenly 一嚟 test because 一驚咗today surprise test because 伊講我咪好多人 stress 啊嘛，所以我諗頭是計驚咧，佢加 stress 個。嚇！突然之發燒係嘛？啊對 ，OK， 你兩條講就差唔多1點50分咗咯。然後我個邊有幾個正他個有人會問係咪物件，咱都有機會到啲正嘅白毛㗎阿邦即係我即係阿邦唔是阿健邦，但我叫咩我真係走啊！我前本家姐度丟電視啊，攞後面叫咩梅啊是錄 before 走是攞俾講係咪咪叫可能在，尤其是人你在邊咧學見你聽講啦，話第一個就講嗰時係咪本講嘅嘛，所以你係咪咪叫俾個我嚟聽講嗰陣時別人俾梅，可能機會講啫 before 人看。好啦，這裡是一個真好嘅意思 ，because 咱Malaysia國家嘅時啊，真濟物件人對袂着。聽有影真 encouraging 咯 ，like 安款嘅物件，是講有陣時人唔知呢，有隻，但人知啊，當今若是人聽到，人會使講介紹者，你家己去研究看即個會合路袂合路安尼款。對，我特別我感覺最重要是咱人愛關心嘛，愛實關心。關心唔是關心咱家己，唔是關心咱家己厝嘅人，咱關心係哦。結果你大嘅咧，apartment 你 condo 啊，是你大門啊，你厝嘅嗬，你愛注意者咯。特別我講注意，唔是講注意歹人啦，我是講，咱關心講，你看到有人風險激心啊，是啥物啊？好唔好啊？你見每時候我有可能 practice 啦嚇，我看到 cleaner 啊，我係講hello 馬姐，會講講係成班幾句啊，反正就，因為你唔知講，你下面你唔知講，你第時講 hello 嘅一句話嗬，影響可能影響到伊，有可能叫到伊啦，神拜。咱唔知，明唔明？因為我感覺當今嘅世界嘅人，隔了是。咱對人方面本質嘅嘛，特別當今因為社會嘅歹事愈來愈濟啊嘛，對，咱人已經就 train 講，
爸母講，你問㗎唔真係人講話，問㗎對，咱有遐尼驚，特別驚時候，我感覺更加重要是，咱人要去 start 要去個再去 observe，愛去觀察你身邊嘅人，嗬，even though 要甲你有緣嘅人啦，我是講嚇啦，就講你看到，尤其是咱大上一個位嘅，還是你做上工嘅位嘅嗬，有時陣你每一個你嘅同事，你今日看，哇，阿種你今日看成介善嘅嗬，有蝦米物件發生嚇，你按每一個關心對，即個關心真重要，因為當今要去。老實講啊，阿面病冇會使加落嚟講本啊，因為我諗看到嘅是真濟迄個training 本好，尤其是即個 pandemic start 得後，迄個 webinar 係咪target on 介了是較濟啦，是迄個 professional 嘅邊 upgrading 嘅 skills 嘅 training 咯，尤其是 suicide prevention，咱講要安怎會去避免要去係甲減萬步啦，甲減係個自殺嘅 case 啦，特別咧，更加重要是大家咗，大人咗，咱人大人冇有迄個。未去到迄個地步，是咱已經別人冇應該就需要係一種誒鬥下手嘅嚇呐，還是照顧，小照顧，迄個小照顧，因為迄個小照顧有時陣人家是咱唔知嘅，都是即個唔知嘅。咱能夠去繼續去安做啊，特日啊，甲注意，因為當今嘅囡仔啊，你若是有去發現到啊，也無啥物插嘅咯，因為插來插去啥物插手嘅電話爾。對，一下 zone out 嘅。對，你每啥物啊？唔知，了爸母滿感覺講，哎呀，善款啊，我囝善款嘅啦，你食物唔知，我結果唔知。唔知咋，因為我有去，disconnect 啦，一隻 disconnected 㗎啦，嗬，本咧。對，我有去學堂學講座安怎樣，你會感覺你每條嘅啊，你會感覺即個見甲少年嘅啦，甲少年派嘅攞清幾年出事嘅。而且這是一般都是可能，你會我近時我感覺我係每一個伊講一個啊，我係死去嘅囡仔。OK。伊們只無咪會曉尋人 ，maybe because pandemic 嘅時啦，伊個攞去呢是到 pandemic 嘛，所以伊無咪尋人了。去年嘅時間 start 去學堂，去學堂有一年咁樣啦。了特別我看一個伊個先生冇講過伊。講伊無咪曉成日尋人，伊家己做物件，伊個學堂嘅點先，伊家己佚佗，伊家己做物件，伊有朋友來甲伊講話，伊無咪曉啊種甲人溝通嘅social 伊袂曉communicate了我都唔知啊做啊，即係唔知是咪是 personality， 還是唔知會 train you to be more social。你特別 try 去尋朋友咯。參邊啊嚟囡仔啦，嗬，因為有時陣咱人講，哎呀別啦，伊是安怎樣啦，伊是安怎樣誒。The moment 你講伊是安怎樣時啊，就是安怎樣咯。因為咱人嘅想法咧，你一個 label 落去啊，是安怎樣啦，伊安怎，明講咯。我有問伊大家知啊，學堂做下咩啊？伊本是安尼，唔知。就是愛多即邊愛改，而且物件嗬，咱人感覺講，哎喲，可能成日講，嗱，成日講，伊講唔知嘛又唔知，你過會使加每兩步，你班有幾個人啊？諗幾點食物件啦，還是佚佗咪愛看下咪咯，看伊學堂下咪會甲伊會講較濟故事嘅啦，實在囡仔嗬。樣嗬 ，actually 大個囡仔本是屬較佚佗嘅，大個囡仔啦，正啦嗬，樣會特別環境會改變啊，尤其是即個 pandemic，真正濟囡仔變，尤其是來到14歲、15歲嗬，會來到都是安怎咯，會變啊咯，不要甲人講話嘢，好像是。你不要講話，變做樣，咁樣更加好了，係咩就學家己哦。
I got social anxiety，嗰家面去尋人了。哦，你成日講係 label 啦，面去搞大啦。哦，對，有睇，然後爸爸本，哎呦，是咯，我係驚冇啱嘢咯。所以我感覺講，身邊嘅人真重要，厝嘅人、朋友，嗬，還是小白嘅人啊。要緊是會去關心者吼，因為咱這社會本是有誠濟迄個組織啊，迄個 organisation 去 help 無相需要嘅人咯。所以要緊是愛去找辦法啦，哦。白毛咪叫波槍。啊，來，伊唔是白毛白喙齒，個白毛個何超，個白喙齒。I think 人無去想講，pandemic 影響到囡仔作者 ，because 你看這 pandemic 啊，伊影響人是迄邊有人真濟人，人慢去參人，人自己家就對了，較小心，較小心，所以囡仔聽到那物件用到學咯，學到，แล้ว濟人會別使去，咧嚇，對，濟人會想慢去參人，你唔捌嘅人慢去參。可能掉เลยตัวไหนแล้ว掉มามี掉แต่ดีห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แกก็掉มาก็ตามซิมจะเลย so บางพวกที่想到这咧กู research กัน講โอ้เชิง mass actually ลังกินนะโปรทางขอเดียวช่วยบางขอเดียว expression แล้วยังบุญเบี้ย social cue กันโปรย so จะได้ก็แล้วสิ delay แค่จะมีแค่ delay แล้วแปลบุญเบี้ยการเงินบุญอะไรคิวให้การเงินยังบุญที่ social situation มา so sometimes เสียงจะมีแค่จะของ call advice เสียงว่าใช่อาปอน講嘅，你講阿阿ปอน講嘢話，阿本你使啦，我見阿本講嘢話，maybe 會做嘅事情係坐去 play date 咯，白去接我咯，即係物件咯 ，because 即係物件都被會惡嘅。愛烏龜，愛解，愛解咯，即係愛解，伊種上拜講係咪咗？嗰陣人，咱嚟講，你去人嘅厝啊，你要叫啊，嚇uncle auntie啊，當叫有幾禮拜冇有教即走嘅。我教，特別我係少啦，就較少啊，嚇，所以唔係講時落安怎？咗唔係個叫佢講，我特別講少。特別我有看過一個解釋咗就，因為你講即係囡仔是 OK， 你出來去你朋友嘅厝啦，係你講愛叫人，要叫翁叫人啲嘛，特別即係囡仔是唔捌隻翁叫人啲嘢，所以伊咪叫咧可是。嚇！你特別介紹對，你特別介紹就講住來要叫咩物件嚇？有你爸母是講嚇，做乜事冇叫人啊？做乜事未曉啊？伊 expect 人 automatically 要叫 uncle 啲嘢啊！actually 有隻件咧，是就講我都唔知伊住來，係了有另外一方面咧，就是 uncle auntie 本特別會曉本啊，特別好好甲囡仔講 hello， 我叫咩是你爹哋嘅朋友，伊 self introduction 了啊，囡仔較容易接受嘅。有陣時人成講囡仔冇愛叫人是冇家事啊、歹事啊，其實唔是嘅，是因冇識嘛，你都因唔知人嘅世界關係嘅物件啫。有理由，你講係有理由。我真當然，嗱真係當見咪even 都成日白冇啦係哦，咱感覺講，哎呀我驚安怎咱看，哎呀都是安怎呀，成你家己都感覺啊，伊都是安怎呀啦。所以你接受伊啊，就你接受伊啊，反正pattern啊，就啊，伊成翻啲啦，伊唔會尋人嘅啦，啊，伊甲啥甲愛屬家己一人嘅啦，你都冇去介意嘛？安怎去甲人尋人，然後 socialize 安怎？所以佚佗唔愛介就，你教你幾佚佗嘅就，是啊，所以學真快咯，我就諗唔知我看到我係而家啊，我就我喂，喂而家喂 headphone 嚟坑啊，我係而家哎呦個料，我就諗冇看到，我冇幫你幫多件，我諗看到
我有見即係話點係講，或者咱有興趣，我感覺就只節目㗎，咱個睇機會講過，不到嘅時咯，有看到蝦米機會嗬，咱嘅歐正本啦，係白蘑菇啊。或者有機會時，你聽到蝦米物件，或者有興趣嚟講啊 ，OK， 我有件事，咱有show 一個Carpe Diem 嘅 counselling，特別即唔是伊人找我人 sponsor，唔係咪？我唔是要交代清楚，即是有興趣未起來 share，甲人講誒，再講要聽，了變做唔是講咪嚟後咗10塊，後咗但我冇得 cheap 啊，係嘛？5,000塊。佢嚟拍廣告，即係唔是嚇啦？你唔講講你就句裏後面我唔制，就是講咧有見咪講即係心理呢方面嘅物件，平常時冇咩有通開出機會講嘅物件，譬如普通嘅物件，變你學嘅啦，後面物件咁講嘅嘛，所以就應到正確應開出講嘅呢款物件。我今時咧特別嘅變，有冇感謝大家？感謝大家聽嗬，感謝大家。感謝大家就仆幾格啦，感謝阿 John。感謝。岑勒沙。嚇，岑勒沙啦，英國中個阿龍波劍店，個別使講嚇，個別使講個住個維維娃娃咯嚇。一個男群起男仔，感謝大家，這邊當今講嘅這邊先啦。禮拜時候，讓個都係聽無相嘅話題，是佢就都嚟感謝大家，禮拜再見，拜拜。拜拜。